继续来看这个台东新宫镇的黄鳍鲳仔鱼大出，2天是掠到得要2000尾，总重量18吨，是永年纪录的5倍以上。讲这种的黄鳍鲳仔，第一等级的每公斤会当卖到300块。这意外大丰收，嘛互渔民喙笑目笑。 渔民为冷冻库把黄鳍鲳仔掠起来，看起来重坏坏，真正辣。一尾搁一尾黄鳍鲳仔放伫咧涂骹，黄色的鱼色金光闪闪，看起来真清笑。无啊，伫堆咧。袂歹啦，啊，落伫涂骹咧，逐个渔民掠啊喙笑目笑。 渔民掠真侪鱼啊，但年黄鳍鲳仔产季差不多伫咧3月，因为气候变化，产季有较延前，不过产量有对咧变济。台东新光渔港伫咧月初头一礼拜，逐港平均掠400-500尾，一礼拜就进27吨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倍。啊，那这2天嘛掠要2000尾黄鳍鲳仔，是去年纪录的5倍以上。单日呢，拍卖量呢约1300尾。 总重量呢18000多公斤，约18公吨，也创了我们新港区域位鱼市场的一个纪录。黄鳍鲳仔是民众上爱食的沙西米，处理沙西米摆盘一定会有较乌倒红的鲳仔鱼来装它。其中第3等级的鲳仔鱼，10公斤伫咧95到100，计数较俗。等级上赞的是10公斤200到300。民众想要食到上鲜的鱼啊，就要把握时间啊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